着急呢，不能拼车吧？不好意思，哥们儿，这是我们家亲戚，所以我得带着他。你要觉得不合适呢，就赶紧下车，我钱也不收你的。合适合适，那个，走吧走吧，我着急。别找了，那谢谢了啊。美女，辛苦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哎。哎，服务员，8301在哪？谢了。白小姐，你在吗？白小姐，袁老师来喽。看来，白小姐是很喜欢玩捉迷藏嘛？都在哪里了？是在房间里吗？真的没人。喂，喂，白小姐，我已经到酒店了，你们在哪儿啊？袁老师啊，这路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特别堵车。你别着急，我俩马上就到。哦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，千万别着急，你们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啊！这房间的门啊，已经给你开好了，你进去呢，好好的、乖乖的等我们哦。好，我等你们。
白小姐，袁老师，你们是不是快到了？我们在路上撞车了。啊？我这朋友受伤了，我得送他去医院。那他受伤了，是不是他就不能来了？啊，那要不你自己先过来呗？你还是不是人呢？啊，王八蛋！哎，白小姐。这种人真的是死不足惜啊！沈江，你怎么会看上这种人？好，老白，少说2句。准备好，我们的配角要上场了。喂，亲爱的，哎，是我呀。今天晚上忙吗？我在怪楼酒店8301给你开了一间房间。啊，是啊，我真是太想你了，我等你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又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公司明天有个会在这儿，给我订了间房，所以袁明礼叫你来的吧？你听着，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。你把手机关了，耐心的等待一会儿，你就会知道袁明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赶紧的吧你！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居然放我鸽子！ is off. 亲爱的，你在吗？我在怪楼大酒店8301给你开好了房间啊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我？我好想你。好，先别急着上去，给你看场好戏。亲爱的，你在吗？亲爱的，你在吗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有空吗？在吗？在忙吗，亲爱的？你有空吗，亲爱的？都已经这种情况了，我竟然还是……在吗？我在怪楼大酒店8301给你开好了房间啊，要不要过来看看我？我好想你。都已经这种情况了，
真的那么饥渴吗？你不要碰我！你是我的谁呀？我是你男人啊，我是你谁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宝贝儿，我是真的是爱你的，你要相信我。这几年我天天都在想着你，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不要再骗我了。不会的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臭婊子，你阴我！你给我滚蛋！都围在这儿干嘛呀？散了散了，该回家回家吧。真的不行啦？行不行的？脸都成这样了，也没什么意思了。这么夸张呢？那可不，牙都没了。哎，我劝你们啊，也别过去看，要不啊，更难过。哎，对了，听说又来一新老师，可帅了。走走走，带我去看看。你就别去了。袁老师，呵呵，我就知道，只有你。